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农业部针对外界对进口卵的疑虑，早起是开记者会来公布着特产会甲超市这间进口商所有合约的资料。部长陈吉仲讲，这个合约完全拢无独立业者的空间，且唔通过来抹黑。陈吉仲嘛来呛声，讲要对不实的指控提出着告诉。陈吉仲阁来点名，讲伊要告的对象就是区艺甲市卡心。 对邱毅用个人的名义提告，这第一个，我也会对徐小青提告。他直接讲政府谋财害命啊！农业部长陈吉仲回讲啊真重，点名提告，在海葵丰泰担保刊载后，大动作召开记者会，特别解说外界对进口卵要求，爱大家莫去抹黑，把所有的资讯都摊开来。公布合作厂商选择条件，要有相关经验，嘛有检究卫生证明等等。啊，若针对进口技术，含讲为着占利益，公开含业者合约来驳回指控。外界说。 我们有没有补助这9家业者？当然没有，4.78亿就是他先垫的。以外界这期声量上大来解说，除了医保给付款含汇率汇差卖对来做调整，钱的部分拢由厂商代先出，嘛毋是无限量咧买。唔然呢，退回换汇费用嘛是业者家己承担。除了买回无为着利益，嘛讲到购换绩效就是关键，因为达箱360粒，属6.32块美金，超新台票200块。质疑说，我们买的有没有比日本贵？固定的长约，各位去看看长约定的价格的，是不是会比较？ 所谓的相关的便宜，厂商联合嘛透过声明回应，厂代排程时间赶表，过程是真侪困难，嘛看家己财条无独占利益，希望外界莫个黑白故意是伫咧趁个人财。难道全民只能听农业部瞎扯烂蛋吗？国民党团到尾嘛开记者会，每日有拢伫咧占利益，两边互相小结，恐惊进口人论战，伫咧短时间内会继续会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